喂，各位前輩老友、銀紙發燒友，大家好呀！我是你哋嘅宣傳大使大維，又嚟同大家分享珍稀2026春季拍賣會啦。今次春拍4月11號星期六上午10點正，喺上環德輔道中東協商業大廈4樓開除，超方便。地鐵上環 A1 出口就到，預展由即刻開始到4月10號，每日中午12點到下午6點。喺中環永吉街成利商業大廈9樓 E.F 室珍稀拍賣，記住打電話23231884預約先啦，有興趣即刻查詢。今次好多重磅拍品，美國老鈔、民國錯體、香港老銀紙、央票、錯體、頭版大全套，真係睇到眼花。一齊嚟過目啦，走起！首先嚟講，拍品38，1882年美國紐約國立商業銀行20元中貝，呢張真係美國老鈔經典 National Bank Notes 系列中式票貝，雕刻超複雜，藝術感爆燈，傳世量少到爆。呢張仲係 PCGS 65 PPQ 超高分，乾淨靚到不得了。起拍價港幣3萬元起，絕對係美國鈔收藏家必爭。拍品184。民國8年中國銀行同源十枚九江地名財政部版，極少見品種 PMG 63分，以前有貓痕，但整體仲係好靚。民國同源家地名難得一見，8000元起，入手門檻唔高。拍品185。民國8年中國銀行國幣券10元錯體票，左右票號唔同，東三省哈爾濱超級罕有錯體PMG 63，起拍價15000元，錯體迷一定心動。拍品197。民國8年交通銀行1元錯體，背右上錯印票號哈爾濱 PMG 64分，8000元起，又係錯體票。拍品204。民國22年廣州市立銀行50元大面額名譽品，拍場好罕見，票面端麗，印色鮮豔 PMG 25，1萬元起，廣州銀紙愛好者唔好錯過。拍品217。民國10年四川兌換券10元，重慶面蓋金紅字杯蓋紅字，重慶官銀號極罕民國鈔 PMG 55分出色，8000元起，真係四川鈔珍寶。拍品218。民國18年雲南富滇新銀行100元 A 字冠大面額超少見 PMG 53， 5000元起，雲南銀紙發燒友不容錯過呀。拍品239。1929年左右印度新金山中國麥加利銀行100元庫存票單面天津8元面值極罕 PMG 紙屏2枚，呢張66 EPQ 冠軍分大邊紙2萬元起，頂級。拍品243。1930年麥加利銀行武士像10元，天津行用鈔超難得，有輕微修復 PMG 30 net 9000元起，武士像迷必睇。拍品248。1920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5元讓票，天津華麗大票幅 PMG 50 net 有專業還原過，狀態仲係好靚，1萬元起，好靚好經典。拍品251。1909年廣東三面萬國寶通銀行1元，晚清外商行用鈔極罕，背有木質膠貼收 PMG 15， 33000元起，晚清銀紙重磅。拍品305。1951年中國人民銀行單面5000元票樣1套2枚，牧羊1版人民幣名譽品2枚 PMG 45， 8000元起，人民幣老樣票。拍品441。1963年大西洋國海外匯理銀行500元試色樣票 Lawrence Pope 舊藏 PMG 65 EPQ 6000元起，靚到震。拍品479同埋482。1980年匯豐50原票號疊印錯體66 EPQ。1977年匯豐100元套印錯體系列7000元起，錯體愛好者唔好走寶呀。
拍品501。1979年渣打100元，頭版加埋補版 PMG 66 EPQ 冠軍分獨一無二，1萬元起，超稀有，拍品520。1982年匯豐100元單面印刷模型，一套2枚，正面總行大樓，背面爬龍舟，超有趣又有研究價值。PMG 66 68 EPQ 4萬元起，香港鈔，收藏，夢幻品，拍品530。1934年渣打老爺車100元試色樣票，兩面蓋 Waterloo 紅錯，風華絕代。PMG 64冠軍分子似一枚，10萬元起，真係靚到顛倒眾生。香港銀紙頂級之作，拍品547。1941年香港政府5仙，蓋印6位票號，好少見。PMG 40 net 300元起，小玩意都好珍貴，拍品572。1904年匯豐1元頭版首簽，20世紀初極珍稀。PMG 35 8000元起，乾淨原子，拍品578。1909年匯豐5元首簽背紅 A 字冠，擔水圖，年份極罕，保存好，有收，15000元起。早年匯豐靚貨，拍品601。1911年7月渣打5元大名譽品 PMG 僅憑7枚，20分冠軍只2枚，5萬元起，渣打經典，拍品603。1936年8月渣打5元首簽羅馬兵58 EPQ 冠軍之一，4萬元起，罕有年份，拍品612。1937年有利銀行5元，罕見年份，Norman Lin 舊床 PMG 30 2萬元起，狀態出色，拍品637。香港資深藏家珍藏系列1985年匯豐10元 AA 000001到 AA 100萬號大全套11枚，珍貴夢幻收藏。PMG 63到67 EPQ 10萬元起，藏家至愛，拍品638。同樣是香港資深藏家珍藏系列1969年匯豐50元全8幸運號 PMG 66 EPQ 3萬元起，拍品645，都是香港資深藏家珍藏系列。1981年渣打50元子彈 Z000 256超罕 PMG 65 EPQ 15000元起，拍品672。1994年匯豐50元 AX 00 0001到 AX 100萬號大全套11枚，65到67 EPQ 5萬元起，又一套夢幻，拍品682 1970至1975年渣打5元 A 版100萬號 PCGS 65 OPQ 3萬元起，靚號，拍品684。1979年渣打50元頭版 A222222 67 EPQ 頂級2萬元起，拍品689。2007年中銀100元補版全輯絕無僅有 PMG 40 15000元起，罕中之罕，拍品694。1992年匯豐500元全8 64分8000元起，靚號，拍品742。1952年匯豐100元紙膽大勝書66 EPQ 顏色嬌豔3萬元起，靚到爆，拍品764。1948年有利銀行100元手簽，細緻清晰，原汁原味 PMG 55，極可能1948年最高分之一，6萬元起，雍容端麗，風華絕代。哇！介紹完真係口乾舌燥，但每一件都係心頭好呀！珍稀2026春拍真係重磅炸彈，好多冠軍分、名譽品、錯體、頭版大全套等緊你嚟競投。記住4月11號上午10點上環見。有興趣預展或查詢，即刻打23231884啦！鍾意記得 like share 留言話我知你最想投邊件，下次再傾。
錢幣經。拜拜。